全球暖化，安那咱台湾碳费要扣偌济？后礼拜一会开上尾一届的审议委员会。有风声讲，这碳费一栋咧是扣300到500块，那准用维费费率上加会当减到100块。不过学者就批评讲，这碳费扣这数2050年无可能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。开始碳有价的时代，后礼拜一，环境部特别来举行最后一届碳费审议会，费率特别来定案。目前传出要征收达到300到500块，优惠费率上加到100块。针对制度设计有2.5万栋免征的额度，业者若提出自主减量的计划，碳费上悬是拍2折。学者讲，红菜头比滚啊更较好的政策，要达到2050净零的目标是无可能的。我会降低这个碳费的这个效果。如果做自主减量，就给一个红萝卜。那这种做法，我们从很现实的一个经验来看，是效果是低于给一个棍棒。会在台湾媒体科技中心邀请学者来分析国内碳费制度。毛学者认为，台湾独步全球，设计叠床架屋，恐惊歹甲国际接起来。针对最近环境部嘛强调，国内征收碳费会当抵靠后面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。学者指出，虽然表面上达动收300到500块，但拍折了后顶剩100块 ，CBAM 恐惊顶会当低100块。在台湾课的量其实就是如果不多的话，它也不会因为说你是因为它用打折前的价格来看，它是说依据你实际上预先课征的碳费或者是碳费来加以作为折抵。学者认为，国内碳费不应该比500到600块加，安尼会当抵消1/3 CBAM的冲击，嘛促成11到12%的减碳效果。学者嘛烦恼，目前征收碳费的对象拢是大排放源，比较之下，无纳级的小排放源，碳密集度更较悬，无收碳费，互伊的产品成本来降低，较有市场的优势，颠倒是制造出另外一种碳漏蛇。记者林俊文、彭耀做台北报道。